14个，那6亿天里面呢，最低啊14天王天，那第二呢忉利天，是我们说的33天，33天就是忉利天啦，它东西南北各8天，中间有一个第4天，皇帝的帝，解释的是第4，那个就是居中，然后东西南各8天。总共有33天，这叫忉利天。然后第3个呢叫夜摩天，第4个啊多衰天，第5个热变化天，第6个他化自在天。那摩西所罗天呢是他化自在天管辖，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是在异界的最高那一点，是所以他化自在天就6个。然后我们人啊，就4大部洲，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南赡部洲、北俱泸州，北俱泸州，人民啊最长寿了，它有1000岁，我们南赡部洲是最短寿，不满100岁而已啦，然后东胜神州呢，有这个500岁。西牛贺州呢有250，我们是夭寿了，短寿的就有10个了，那这个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，4个就14，欲界14个有果。然后我们了解说阿修罗道呢，有时候我们都把它列入善道。可是佛呢，在讲的时候都把阿修罗列入恶道，就是善恶道又加阿修罗道，它呢就是好战斗，都没跟人争，好争好斗，所以佛不把它列为善道。那在色界呢，就有那个初禅，初禅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这个离生喜乐地已经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，已经进入色界了，所以那个初禅然后呢这个大梵天因为很多那个印度的一个修道人呢，他们不是要修到回去无余天，他们要修回到大梵天，所以把它列入这个色界的一个初禅、大梵天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五净居天跟无想天，就有7个，7有那个10以色界。那无色界呢有4空天，空无边处天，四无边处天，无所有处天，非想处天。就有4个，然后加起来14加7，加4总共25，所以25有，我们呢都要有印象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天？我们在人道的南赡部洲了所以在玉林25有因有果。所以我们修呢，就是要超出有因有果，进入没有因，我们不造因，所以不用受苦，没有因没有果，已经超出25有，超出三界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那么25有呢，虚能示现，如来在25有全部都可以示现，不管是哪一个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都可以。那么种种色身这个示现种种的这个色身，为化众生拔生死故，就是要度化众生，拔掉我们呢众生的生死。我们在凡尘6道轮回就是脱离不了死啦。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生生死死，一直轮回。然后我们呢，就了解到，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没有生也没有死，
所以我们呢，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努力修正出来，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，都已经到如如不动，常住不迁的佛性本体，所有宏图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无所碍了。我们还没有修正，还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出来的话，我们被业力推了，就会推到现象来，用现象，所以那个都免不了的，是固定的一的。那我们已经修正到如如不动、常住不迁那一种常的我见那个状态，那身体就可以还给天地，还给天地天地也是一样，所有宏图，都是跟我们身体一样的那个元素，不是拢同款，天地气跟咱身躯的气拢同款，咱拢爱还啦。没有一个可以不用还的，一定要还早晚都要还给天地。各位准备好